好久不见，谢谢班长。现场所有朋友，请叫声再来一下，好不好？会唱一起唱哦。认真打拼是阮的功课，不通予厝内烦恼。理想形式运动啊，总是有人陪因佚佗。只有寂寞陪阮规个梦，突然间泪声响起，阮走无路。一阵大雨，将阮人的雨，真幸运讲声过站将阮渡。多情的雨，阿里嘎多，原来你要陪阮散步，虽然阮无人通我靠，阮嘛是会为爱祈祷。多情的雨，阿里嘎多，感谢你对阮的照顾。若无你，阮袂当了解爱的路途，不甘也有苦。嘿 ，Hello， 下午一样哦，会当家己回来吹哦。哎呦，我们看到现场很多大西瓜哦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去登记一下哦。认真打拼是阮的功课，不通予厝内烦恼。非常欣赏运动啊，总是有人陪因佚佗。只有寂寞陪阮规步，突然间泪声响起，阮走无路。一阵大雨，将阮人免雨，真幸运公车过站将阮渡。多情的雨，阿里嘎多，原来你要陪阮散步，虽然阮无人通我靠，阮嘛是会为爱祈祷。多情的雨，感谢你啊，当阮衫裤。若无你，阮袂当了解爱的路途，不甘也有苦。再一遍哦，多情的雨。原来你要陪阮散步，虽然阮无人通我靠，阮嘛是会为爱祈祷。多情的雨，阿里嘎多，感谢你对阮的照顾。若无你，阮袂当了解爱的路途，不甘也有苦。谢谢，阿里嘎多。谢谢。尖叫声在哪里？哦，好久没唱歌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最近在拍那个民视的那个《孟婆客栈》，所以已经好久没唱歌了。可是我们这一唱还是一鸣惊人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好听啊，好好听哦。是，谢谢大家。也是我的偶像。谢谢。我今天终于看到本人了。傅凯第一次担任代言人，是不是？对。西瓜的代言人。西瓜的代言人，就是水果的代言人，就代言西瓜。哦，真的很谢谢，因为是我长得很像西瓜吗？没有，是非常是像西瓜一样甜，对不对？甜甜的。谢谢，太棒了。这一次呢，可以代言我们后龙的西瓜，对我来讲，因为
我妈妈在怀我的时候就很喜欢吃西瓜，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缘分吧。然后呢，我那一天去拍微电影的时候，我真的有吃到我们后龙的西瓜，人家就刷就点，而且重点是我们这一些在种西瓜的朋友们，他们非常的可爱。然后那一天也吃了好多我们后龙好多的那些小吃啊。是。然后也谢谢我们那个计程车司机大哥。我们的第一男配角在哪里？我们的计程车司机在哪里？计程车司机就是我们的镇长朱镇长。是司机。我们的镇长非常的可爱，在微电影里面哦，是有表演哈。演得很好我们今天司机来探班了啦。这个我们富凯不但是唱歌非常谢谢，用你们热情的尖叫声欢迎我们的计程车司机大哥，朱镇长。OK， 哇，他今天来探班的这个礼物有没有够大颗？好大哦，哇！跟各位报告，我知道阿凯在这边办活动哦，所以说我送西瓜来跟他打气了。谢谢。好。这个专业的哦，我一定要讲，单只要西瓜就叫专业。今天不是单指这个代班哦，探班而已哦。是，我们要来现场给他吃一下哦。要代言人对不对？就是来现场的来代言一下我们的西瓜哦，是不是来最甜的哈？对。大家要不要仔细看一看这一个西瓜漂不漂亮？碎吧，花型又很漂亮。这个哈切开来，鬼超个碎。哦，对，这破给一点就好加哎。对，是。我们是不是邀请县长上一起来切西瓜？县长，我一起来切西瓜，哇！掌声欢迎。镇长可以分享一下，一般西瓜要怎么挑啊？哦，这个 pebble 哦，一个 pebble 吗？这么被抬了，这么被抬啊！迫不及待要先杀了。阿凯，你叫我抬哦，大家车对不对？我唔对，哎，就来抬了。哦，哎呦，司机大哥还会切西瓜，他等不及要切了啦。哎呦，哭死就好哎哦。而且我要讲，那一天呢，我抱的西瓜差不多比一个小孩的重量还重。哇，对，超大颗的。安这会，安尼全切的生日蛋糕吧，安这会。我们要唱一下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这感觉我们的富凯也很有切西瓜。对，哦，好漂亮，好红哇！来，我们一起来拍照一下。今天呢，真是太难得了。我们的县长、我们的镇长以及我们的今年的西瓜节代言人许富凯哦，一同在现场呢为大家呢来展示哦，我们后龙最优质的。这个没有挑哦，我们刚才随便抱一颗上来，就是这么漂亮要不要掌声一下？哇，好，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呢可以共同截取哦这个漂亮的画面。好漂亮，好香哦。是啊，这个香气呢已经在舞台上面喷发。对，西瓜味道马上有。这个不只要这个切西瓜哈，秀给大家看，这个看起来多好吃哦，还要现场来吃一下。来，对。我们现场立刻来品尝。我们现场的喂食秀，什么？喂食秀吗？好，这个西瓜呢，看起来就跟我们台上3位帅哥一样哦，看起来超甜的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咬一口西瓜。敬你们一块西瓜哈。今天以西瓜代酒，是这样吗？西瓜带酒都出来了。是啊。好甜。对，超甜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颜色色泽非常的漂亮。是啊。我感觉你讲到我们都流口水了。现在很像购物台。那个抱媳妇凯你上来啊！你上来。邀请花花上来，我们上来品尝一下。我们现场亲点哈，上来一起来品尝哈，不要说都是我们小心哦。说。你会永远成为媳妇凯的铁粉。铁粉。跟媳妇凯一起吃西瓜。一起吃西瓜。好，我们一起吃西瓜。哇，你要谢谢我们县长谢谢我们县长。做球给你，马上可以上台，应该其他人都羡慕死了哦。好吃不？好吃吗？好甜哦！哇，声音都美妙了，声音都很甜，是不是跟我的许富凯一样甜？对，像小凯一样甜。谢谢。我的天哪，好开心哦！谢谢。哇，真的太开心了！我们现场来做球哦，给我们的这个粉丝哦，上来一口来品尝哦，真的是太 lucky 了啦！没有错，我好羡慕。等下可以吃啊，都已经切了。
得是我的带把老的要留起来哦，不可以丢掉，因为这太好吃了。谢谢。不凯，吃的这么好吃，你讲哦，大家要听你唱歌，你还搁唱几首歌啦，对不对？我个庆祝幸福了。还有我们镇长都开口了呢，所以我们的傅凯今天有准备哈。哎，我都一路来了，我还跟剧组请假，说我今天就是要来那个苗栗唱歌给大家听。如果唱一首，我觉得对不起大家，这样不够哈。那我们镇长都已经开口了，就一定要再唱第二首，好不好？大家要听，普我先给他吹落去。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身家尖叫。再来这一首《米酒会》送给你们，西瓜就不要移了啦，这样很好，不用移了啦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很好，这样很好。它要配着西瓜。双手借我。阵阵风吹呀吹来，人无啊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卡衫。今夜的天气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无的心情，又是三更半暝的暗暝。梦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过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。这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后爸。好，等下请我们的县长跟我们镇长一起来比这个啊！你是我最爱的，好，大声一点哦！好可爱哦！是在半暝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过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来哦，动手来接我。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规暝。是我的一切，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。这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全场一起，你是我最爱的。可以再大声一点吗？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。这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。谢谢。太久没有听到大家唱“宝贝”这两个字，再一次好不好？你是我最爱的。好，姿势再久一点哈，让我们的摄影大哥可以拍一下照啊。哎，我都来了，我可以。谢谢各位的宝贝。还有我们的现场比这个爱大爱
爱心，好可爱哦！谢谢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手上拿什么东西？哎，我们许富凯的这个代言的这个照片哦。是啊。哎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来进行一个谢谢有奖问答哈，谢谢只要。这个搜寻呢，有看过这个微电影，那题目都在这个微电影里面，只要你答对呢，我们就要送出这个富凯呢，在这个板板上面呢亲笔签名的板板签名板板。现在来签好了。现在签是吗？对。现在先给他签一下，哎，那我同时这个时候来问个问题喽，好啊好啊就是要来得到这个板板的问题喽，大家有没有准备好？然后手机，哎，刚才有没有看过了？问题问过之后，我来倒数3、2、1，然后我们请富凯来点，好不好？看哪一位呢来抢答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笔没有什么水。这个笔没有好像写不出来没有什么水可以沾一支笔吗？好，那我先来问问题，来各位花花们，刚才有没有认真看我们的影片？有，还是听歌听到忘记了？现场大朋友小朋友也可以来抢答对，哦。我真的觉得刚才听起来就跟 CD 一样完美无瑕，对不对？太好听了。他说富凯说他很久没有唱歌，我不相信，他已经来了，哇！好啦，我跟你说哈，我要来问问题喽。刚才呢，请大家看一下微电影温习一下哈。我们后龙呢，今年呢这个后龙西瓜节特别推出哦，哎，这个西瓜来到头份这边哦，来跟大家做展售。来，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，又不会太难。真的。对，要来问大家这样就是哦，我们后龙的西瓜有3个品种。3个品种是哪3个品种？哎，谢谢，问题问完了。等一下我们倒数3、2、1，就由富凯来点，好不好？富凯来点。3个品种哦，3个品种哦，3、2、1。哎，后面那个感觉有点难，是不是？哪一个妹妹？就是啊，就是举那个西瓜的那个妹妹，是不是？来，妹妹来上台。舞台这边。哇，你好 lucky 哦！花花们都好想上台跟许富凯站在一起，结果点了你耶，你超 lucky 的，好幸运哦！要回答3个品种的西瓜哦。有3个品种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看到他带大小抄上来，超级大超。偷笑。好来，这个有准备。哪3个品种？华宝西瓜、甜美人，还有呢？无籽西瓜，哇，答对了，全部答对，谢谢，恭喜你得到我们今年这个许富凯小叶西瓜为店名，我们后龙镇的代言人许富凯的签名板板哦。好，来，哎，西西啊，差不多了是不是？对，差不多了，是吗？怎么可以呢？怎么可以？这是我最爱的许富凯，怎么可以就这样放他走呢？不是哦，不能下班了吗？在接下来要听他唱歌，要什么时候？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听到？要什么时候？8月15号。哎，在哪里你知道吗？8月15号，苗北艺文中心有没有准备好去买票？有哦，哎，要到时候参加这个，哎，那个叫什么节目？那个活动名称讲一下。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名称哦，没有错，金钻苗北哈，特别为大家呢，是哎带来了我们的许富凯，哎，8月15号在那边呢会给大家哦听到。对，不要的，还有是不是要跟我们的沈文成一起合体演唱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精彩。所以那个是要买票的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马上放他走吗？听说有新的作品，新的作品，听说今天有新的作品，谁知道新的作品是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再大声一点！整齐又漂亮，你看我们的花花们，是热情哦。那想不想听？好，那要有尖叫声啊！掌声尖叫！再次欢迎我们的许富凯带来的《棒春节》。会唱吗？哎，你们是不是都有在看？有。好，太好了。来哦。安静像像风吹，来讲情话，假情假意才会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风，风吹人甲冻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。
伙，行你陪走，无人来陪，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饮酒一杯，藏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在吹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来哦，让我听到你的声音。台视生生世世8点档的片尾曲，希望大家呢有空就支持一下，谢谢。感情亲像风吹，对无地吹，冷冷的风来讲情话。飞藏在心肝底，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在吹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想你永远藏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在吹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谢谢放风吹。富凯，谢谢我们的富凯也有卖西瓜，你知道吗？有啊，我刚刚看到。你刚刚有没有先预定几颗啊？哇，有因为我要寄很多地方。哦，真的哈、南部所以拿去也要寄分送给亲朋好友，对对对不没错所以呢，富凯挂保证的西瓜一定好吃。待会呢，大家可以去现场哦，没错来买一下哦，还可以参加抽奖哦。那富凯呢，要不要邀请大家8月15呢，一同到苗北演艺厅啊，来对，来听我们唱歌。唱歌。黄金点唱秀呢，就在我跟沈文成大哥，然后呢会在我们苗北艺文中心，是我们两个合体。大家应该有看那个华视的黄金年代吧？对。那呢，当天呢我们会演唱，比如说沈哥会唱很多他自己很多的经典歌曲，比如说。古井雅咪咪，我会在夜播很多的歌。那呢，我自己有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歌曲包括我自己的歌，然后不一样的哦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来买票来听我们唱歌，谢谢你们。大家真的一定要来，为什么呢？谢谢我们这个富凯不但是这个100万关主啊，卫冕关主，而且呢还是6度入围金曲奖的这个最佳男歌手啊，还有男歌手，你看花花们都猛点头啊，所以一定要买票来听听看哦。那明年西瓜节是不是也可以到后龙来唱歌给我们听啊？我希望我哪有这个希望我这个荣幸可以来，因为都已经来代言西瓜了。是对啊，那我觉得后龙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到那边演唱给大家听，对，带好听的歌曲，谢谢大家。那也期待呢，我们所有的花花们呢，跟着我们的富凯，明年一样要再到我们的后龙来吃西瓜哦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跟富凯呢来说声再见，谢谢你们8月15号，苗北艺文中心黄金点唱秀，那我们再见喽！哇，谢谢。好，拜拜谢谢我们的富凯，多吃西瓜啦哈，多吃西瓜，像我们夏天补充水分。大家应该都很舍不得，因为大家都从早票有没有买起来？早上9点做到现在哈。是啊，我们刚才有。